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阿峰嘅頻道。今期阿峰咧，感覺同大家插播一個最新嘅特價啦。阿峰咧，今期咧就位於我哋裕豐名門嘅呢一個樓盤啦。咁啊，同大家分享一個既唔開心，聽到之後咧又好開心嘅一個消息啦。咁啊，點解為之唔開心啊？早期咧，我哋26棟嘅全新家推嘅均價咧，開盤價錢大概係12000左右嘅價錢啦，到14000蚊嘅均價啦，先可以上車咁樣啲單位啦。咁啊，今時咧嘅一個消息一出嚟，即刻砰一聲。啊，點解咧？10500蚊，即係大概1萬蚊左右嘅價錢咧，大家亦都可以上出裕豐名門咧107平方嘅02單位啦，全新家推嘅02單位啦，到佢哋嘅總價咧107萬左右咧，都唔會話超過110萬啊！大家亦都可以上車一個大三房，而且咧實用性咧超過107平方嘅單位啦，亦可以話咧左打中澳右打街景啊！點解為之左打中澳右打街景咧？因為咧其實大家如果途經港珠澳大橋咧，即係我哋嘅南邊方向啦，翻到我哋嘅泰安洲咧，入到呢一個位置咧，第一站咧就係我哋嘅裕豐名門啦。咁啊，今時今日可以用到1萬蚊左右嘅價錢咧，就可以上車咁樣一個location啦，都係十分之有佢嘅一個優勢啦。咁啊，距離我哋港珠澳大橋咧15分鐘嘅一個車程啦。咁啊，往翻南邊咧，去翻我哋嘅華發商都咧，亦都係8分鐘嘅一個時間啦。咁啊，今期阿峰拍攝嘅時間咧，亦都係咧3月8號中午12點嘅一個時間啦。可以見到成個停車場咧 full 晒，全部都係我哋嘅客戶朋友過嚟睇。所以話咧，現時呢一個階段嚟講，真係唔係話冇人買樓，真係價錢未到位，1萬蚊左右嘅價錢可以上車咁樣嘅一個 location 啦，即係除咗我哋嘅本地，除咗我哋嘅港澳朋友會選擇呢一個位置咧，好多本地嘅 local 今時今日亦都會嚟到呢一個樓盤咧進行一個考察嘅。咁啊，可以見到啦，我哋嘅一個成個一個門面咧，亦都係做得十分之靚仔嘅。目前咧，阿峰就位於佢一個正大門口嘅一個位置啦。咁啊，成個裕豐名門啦，周邊亦都有3大商場環繞。往翻我哋嘅南邊咧，就係我哋嘅華發商都；往翻我哋左手邊、右手邊嘅呢個東邊咧，就係我哋嘅三號會員店啦，以及我哋嘅呢一個環宇城啦。咁啊，仲玩翻我哋嘅西邊，即係比較靠近坦洲嘅一啲地方啦，就係我哋嘅優越城啦，就係我哋裕豐名門嘅隔離啦。咁啊，步行出去嘅亦都係5分鐘嘅一個時間啦。所以咧，佢周邊一啲都唔缺乏商場啊，周邊3大商場環繞，包括埋咧佢自己樓盤樓下咧，亦都有翻自己嘅底商去滿足晒大家咧日常嘅需求。OK， 咁我就話不囉嗦啦，即刻要同大家去分享呢一個好貨啦。OK， 咁啊，今期阿峰嗱聲就上到嚟示範單位啦。早期咧，阿峰就話唔會推薦翻我哋嘅02單位啦。今期嘅視頻真係啪啪打面，因為咧我哋嘅02單位咧要比我哋嘅01單位少一間房間，但係咧通過我哋嘅貨邊可以見到，其實佢贈送嘅面積亦都非常之多嘅。咁啊，點解之前話唔推薦咧？因為其實呢一邊咧會比隔離咧少間房，但係咧價格唔會話差好多。但係咧今時今日真係要推薦翻呢一個戶型啦。目前咧搞緊特價1萬蚊到10500蚊嘅單價就可以上車呢一個單位啦。107平方咧，門口咧已經誠意非常之滿啦，3.6個平方咧係贈送俾你嘅。左手邊咧預留翻我哋嘅鞋櫃以及玄關嘅位置，俾到你擺房。一翻到嚟咧，呢一個戶型咧就做咗一個傳統嘅樹廳戶型。先睇咗佢嘅廚房，咁啊廚房咧就位於我哋嘅呢一個隔離啦。咁啊到時正常交付嗰陣時咧，佢係做咗半身或者係呢一種全落地嘅呢一個牆光面啦，俾到大家去進行擺設嘅。咁啊翻到嚟咧，廚房4.8個平方，亦都係非常之大嘅誠意啦，全部屬於佢贈送嘅面積。咁啊3段式嘅呢一個擺位啦，嗱，我哋嘅洗以及我哋嘅切以及煮咧比較符合我哋嘅一個整體嘅動線啦。咁啊，同時咧3件套亦都係老生常談嘅嘢啦。咁啊，帶埋我哋非常之大線嘅一個通風採光面啊，俾到大家進行採光以及通風。呢個採光面真係非常之大啊！咁啊，出翻到嚟咧就係佢個樹廳嘅戶型啦。咁啊，隔離咧就屬於佢嘅一個生活露台啦。咁啊，107平方咧，佢就做咗咧雙露台嘅一個設計。呢邊咧就屬於佢嘅一個生活露台。同時咧，呢一個生活露台亦都係屬於佢贈送嘅一個面積啦。嗱，可以感受到我哋出邊嘅採光咧，亦都算比較充足嘅。我出翻到嚟咧，就係我哋而家餐廳嘅位置啊。餐廳咧可以容納4到10個人咧，完全輕鬆啦。因為佢個開間可以做到4米嘅一個開間之餘咧，其實你無論係擺長台咧、圓台咧、碰到嗰度可以滿足你任君選擇。嚟到我哋客廳嘅開間，咁啊廳堂嘅開間咧，亦都算同我哋一個廚房咧，同我哋嘅飯廳咧係一模一樣嘅。整體個開間可以做到4米嘅大開間，十分之舒服嘅一個開積啦。出翻嚟咧就係我哋嘅主露台部分，主露台咧亦都係屬於佢贈送嘅面積。呢一個107平方嘅單位好玩之處係咩咧？我哋封完露台之後咧，由我哋門口到露台嘅進深咧，足足有11米咁長，冇聽錯，11米咁長。其實可以喺呢一度咧佈置一個好玩啲嘅一個歌賦場景咧，亦都係唔錯嘅一個選擇。睇下咧點樣去作為呢一個玩法啦。其實呢一個戶型咧就性價比非常之高，目前咧搞緊特價咧1萬蚊到10500蚊嘅一個單價，就可以喺呢一個位置近關口啦，距離港珠嘅大橋有15
5分鐘車程嘅呢一個位置啦。周邊咧同時亦都有3大商場環繞一個非常之優秀嘅一個地理位置嘅 location咧，107萬左右嘅價錢，大家亦都可以上車咁樣嘅一個單位啦。咁我相信咧今次嘅清貨價錢真係十分之抵玩啦。咁喺我哋咧26座咧，位於咧我哋一個御風咧最邊位嘅一個位置，可以感受到咧出邊嘅採光啦以及開揚性咧非常之舒服啊！呢一個戶型咧同時亦都係朝翻我哋嘅東南向嘅南向嘅一個採光面。咁啊右手邊嘅呢一個單位咧就係我哋嘅優越香格里啦。穿越過呢一個單位之後咧，我哋步行5分鐘嘅時間咧，亦都要去到我哋嘅優越城啦，係啦，非常之方便嘅一個 location。咁就睇翻佢呢一個優勢嘅一個空間啦。呢一個107平方咧就做咗3間房間嘅設計。嗱，我哋快速咁講一下，呢度咧就係屬於佢第一間房間。嗱，全部都係屬於佢嘅交樓標準啦，實木地板以及咧我哋嘅呢一種木紋嘅門啦，亦都係屬於佢交樓標準嚟嘅。嗱，呢度係公共衛生間，公共衛生間嘅企缸位置亦都係屬於佢贈送嘅面積，基本上所見即所得，包括埋瓷磚上牆啦，同埋尾縫咧，全部都係做好晒俾到大家嘅。嗱，呢個就係屬於第二間房間啦。原先咧呢一間房間就係屬於佢陽台嘅一個佈建啦。其實可以話咧呢度係第3個露台嚟嘅。咁到時正常交付嗰陣時咧，開發商幫你全部做好晒咁樣嘅一個交樓標準啦。嗱，可以見到咧，我哋擁有270度嘅採光面，採光咧十分之豐富。呢間房間咧就可以作為我哋嘅兒童房或者係長者房去使用嘅。係啦，咁佢個採光咧就會非常之好啦。最後就係我哋主人套房，咁主人套房咧亦都係帶翻套廁嘅，同時咧主人套房亦都係咧比較細緻嘅嘢咧，我哋嘅飄台咧全部幫你剝晒，贈送語言之餘咧全部幫你剝晒嘅。飄台咧大概半個手掌都唔使，半個手掌都唔使。其實我哋可以利用翻企腳空間啦，會更加之豐富嘅。咁啊，今期嘅呢一條片咧，可能咧非常之倉促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亦都去諒解一下啦。如果大家對御風亦都感興趣嘅情況之下咧，去嗱即聯繫阿風嚟到現場考察下啦。咁啊，佢除咗呢一批嘅特價之餘咧，其實佢目前嘅整體嘅價錢亦都會比開盤嘅13000蚊到14000蚊嘅均價咧仲要低，大概12000蚊左右嘅均價，大家都可以上車咁樣嘅一個單位啦。OK， 咁啊，今期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睇到呢條片咧，可以即時聯絡阿風咧嚟到現場考察下嘅。我哋公司亦都係專屬嘅七人車去喺香港接大家嚟到現場。OK，咁我哋今期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